繼續同大家分享啲冇柒用嘅嘢。30年前，若果你開呢台車出街，你絕對係呢條街最靚嘅仔，沒有之一。30年後，你繼續開呢台車出街，你依然係呢條街最靚嘅仔。佢見證住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批企業家嘅崛起。呢台車可以話係佢哋發家致富嘅夢中情車。響90年代買呢架車，流傳住一句説話，就係改革開放好，省省都有外母，校花、護士、空姐坐過都話好。如果當年嚟講，你揸呢架車都攞唔到老婆，咁就真係陸海鵬試咪啦。所有女人都冇辦法拒絕呢架車，一上車就話大安妹搞米，叔叔搞我先啦。不過呢架車有一樣唔好，就係坐過呢架車嘅靚女，雙腳膝蓋都會有淤青。所以揸呢架車一唔小心就走過神啦！一台馬力同空間感都咁 perfect 嘅車，唔搭配翻啲招式，真係有啲可惜。成日話彩雲追月有幾刺激，咁係因為你未試過其他招式。老實講，男人喺有生之年一定要喺部車度試翻鋪跑馬射金錢。總體嚟講，一台咁 top 嘅神車，我最多俾佢88分，剩低12分。琴日喺高速俾阿 Sir 虧咗。就係開呢架車。